续来看中兴大学一位专科的教授进行一项的计划，以用10年的时间监测5个国家152万的成年人，第一届找出到空气污染的浓度影响运动效益的临界点。伊来证实，而这个 PM2.5的浓度超过25微克立方米的时阵，这个运动的效益会直接减一半。简单讲，就是空气若无好，无适合你的户外做运动。上阵拿轻出手，另外一个防守，一来一往，规身躯朝震动，流袂少汗。伫运动场练走，嘛会出汗。空气品质好的时，喘大气真爽快；若歹的时呢，会比较吸不到氧气，喘不过气，就像吸二手烟等等，会造成影响。空气的品质歹的时，民众感觉无爽快，这个感受确实是反映运动效果。当这个长期的 P2.5的平均浓度超过25以上，你的运动健康效益会有打折的状况。郭朴文教授甲伊的团队主导的国际计划分析5个国家，差不多152万名大人，前后平均10年的监测数字，正是长期伫气加 PM2.5浓度年平均超过25微克立方米的环境，会明显降低甚至抵消运动所带来健康效益。研究头一摆找出气加 PM2.5对健康影响的临界点，当浓度超过25微克立方米的时，运动的效益剩一半，降低死亡风险12到15%。当浓度超过35微克立方米的时，运动对癌症死亡的保护就无遐明显啊。在35到50的时候，规律运动对于癌症死因的保护效果已经消失。依照环保单位统计，113年规年，高雄大寮的空气品质 PM2.5浓度超过20微克立方米的有227公，高雄人武有222公，高雄林园的平均浓度19.6不良的公数有213公，台中市平均的浓度超过25的有31公。只要 PM2.5的浓度若超悬，建议莫伫室外运动，该伫室内健身，安尼运动才有效果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